蔡总是第一个来的。他们还是在吃饭那些吧，我觉得换，要么是换车子，换车要麻烦点，因为要这个又来了，这也来了，拉车也来了。这边直播吧，也有直播间。好久回来啊？昨晚1点多。昨晚哦。啊，我们最早回来。
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
朝家里去了，冷天了，冷天，冷天了。
耳朵我没看那个广告，就是站在一边的没看，看相机，我都不知道卡了吗？老二骑掉了，蓝牙的。掉了啊！
我这边应该把这个手机应该放在上面，这个放到旁边看不到，太低了，不好调。另外一个是这样的。有点长哦，这有点长哎。三兄弟的吧？跳嘛，跳不跳？干嘛？随便都可以啊。三兄弟的嘛。不勾，不勾，不勾，不勾。木哥来了。我过来就1号锅庄啊，1号锅庄。哪天跳金川锅庄？金川我都有。啊？那个你跳没跳？那天跳，什么时候跳？他应该，他没练，他金川锅庄他没，应该不熟。都会跳，这个虽然说也没有正式教过，但是所有人都基本会跳。
处来了，芒果也来了，他们是那个拍视频有两个。像螃蟹横行霸道的一种走路的方式。点歌点歌。啊。香港那就行了，长岛之子好像是，长岛之子。胸卡也可以，长岛之子也可以。应该拍了的。啊，我知道。什么？香港胸卡。长岛之子，长岛之子。嗯。看看都太多了，真的。把电插了。还有5分钟嘞，自己断电了吗？走吧。
这个不光和那个羌塘之子，他那个姿势都有点那个，有点霸道的那种感觉。这走路的这个时候往后面就是有点怎么说？有点那种。你看我们的动作，看得出来。哦，有点长哦。6号服装，好了。
特别开心，对他也不会跳，删掉，可以试的吧。6号给我转。完整版的是7分多钟，好像不是完整版，应该第3段、第4段，4段。哦，这完整版啊，7
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7分多钟。那个也不是，那个没找到。这是完整版，嘎，7分多钟那个，这是完整版。它这是完整版那个7分多钟，多少？有一段。这拍了5分钟，拍了5分钟，太长时间了。我有按开时间，应该就是1分10，哦，1个小时10分钟，拍了1分05秒，哦，1个小时0分钟。你姐姐怎么没来呢？姐姐怎么没来呢？他没吃饭吗？小鹿也没在哦。小鹿也没来，小杂也没来。好在直播了嘛？哎呦，只是他没跳。对，要进去。这是给我抹的什么花？找2张好不好？叫我穿另外换一套衣服找。怎么弄啊？谢谢。可以。收线了。你说呀？你看这个点头像，我呀，哎呀，那就下来给几天？哎，那天在金彩忙惨了哇！不忙啊，不忙。所以都累惨了。一点儿都不忙。啊？他们累。那天半夜5点钟走的。5点钟，不是直播的吗？我看到了。8个人。这只能这种歌。好多你还可以放的嘛？有。对啊，可以放。放好多。就是他们排练，第2天早上正式第2天排练。哎，去了就直接排练。直接。之后10点钟，9点半，10点钟，8点多就集合。8点钟。哎，8点20集合。就18号。哎，17号、18号2天。对，2天。啊。没去啊，他们有一半都没去。看得到吗？一半没去。